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翻到嚟 TeamTV。嗱，最近咧就係因為咧籌備一家人去日本旅行啊，同埋咧我而家咧就同 partner 咧係傾緊嘅一個日本嘅 project 啦。咁啊令到我咧同日本係重新建立咗一個連結啦。不過咧，正正係因為多咗呢份連結咧，反而係令到我一種好強烈嘅感覺，就係其實咧我唔能夠喺日本長住咧，都未必係一件壞事嚟嘅喎。咁點解我咁講咧？最近咧，我睇到一篇報道啊，就係介紹咧日本有一盤好特別嘅生意，就叫夜逃屋啊 （Yorigeya）。咁佢嘅字面嘅意思就係咧幫人哋咧夜晚逃跑嘅公司。簡單啲嚟講啊，就係佢哋專門啊去揾人咧秘密搬屋啦、隱姓埋名啦，甚至乎係幫你人間蒸發嘅特殊搬屋公司。咁佢哋咧具體係會幫啲客做啲乜嘢咧？咁顧名思義啊，呢啲夜逃屋啊，通常咧就會喺夜晚啦或者凌晨係行動嘅喎，避開鄰居同埋親友嘅耳目啦。佢哋咧唔單止係幫客人咧係喺呢個屋企上邊咧係搬走晒啲行李啦，佢哋仲會係提供一系列嘅反追蹤服務喎。譬如話教你點樣去避開呢個閉路電視啦，提供假地址或者係保密嘅地址啦，教你點樣喺唔留低電子記錄，譬如話唔申請信用卡啦，唔用信用卡啦，唔用電子支付平台啦，甚至乎係唔登記呢個水電煤之下去生活嘅喎。有啲甚至乎啊，會係提供呢個心理輔導啦，同埋法律援助啦。例如話幫嗰啲家暴受害者咧去申請呢個保護令咁樣嘅。咁啊，到底乜嘢人咧係會揾到夜逃屋幫手咧？咁通常咧就係面對緊一啲無法解決嘅困境啊。咁啊，主要原因係有三個。第一咧就係逃避家暴同埋跟蹤狂，呢個亦都係最常見嘅原因啦。好多人啊就係因為逃離呢個暴力嘅配偶，譬如話嗰啲婦女咧去逃避一個暴力嘅丈夫啦，或者丈夫去逃避一個暴力嘅老婆啦，又或者咧嗰啲恐怖情人啊，呢排成日都聽見啲恐怖情人啦。計我話咧，仲有一樣嘢恐怖 fans 啊，因為咁樣咧。呢啲人咧，通常係冇辦法噶啦，就必須係要徹底隱藏行蹤。夜逃屋咧就成為咗佢哋嘅救命稻草啦。第二就係佢哋面對緊一個沉重嘅債務啦，執落大筆卡數啦、大耳窿啦，或者係幾乎搞到破產啦、冇錢還啦，咁冇辦法啦，唯有走佬咯。第三咧就係比較係日本獨有嘅，就係社會壓力同埋面子有關。因為佢哋咧係好着重呢一個體面啦，同埋呢個責任嘅喎。如果一個人咧係因為失業啊、考試衰咗啊、入唔到大學啊，又或者做錯咗一啲嘢，令到佢哋屋企蒙羞。舉個例啊，呢個僆仔讀緊書，參加一個棒球隊。社區嘅又好，學校又好啦，明明係打得入甲子園㗎啦，就係一個準備入甲子園之前嘅最後一 round，你係一個游擊手啊，喺9局下半，你嗰個球隊啊係領先緊1分嘅喎。喺呢個時候咧，對手已經有一個出局啦，一二壘有人啦。其實喺呢個時候咧，只要順利去做到一個6-4-3嘅 double play 雙殺咧，你就可以直接咧贏波噶啦。但係就唔知點解，偏偏就係喺呢一個重要嘅時刻，就係靠你噶啦。面對一個正正向你撩過嚟，明明係就好容易接到嘅滾地球，你竟然失誤屙蛋啊，漏咗個波出咗外野啊，結果就俾對手咧係連跑2分翻嚟啊，搞到由贏變輸啊，最後就咁樣咧，由贏變輸就係俾人淘汰咗出嚟，結果啊就俾全校甚至乎全個社區鬧爆啊！唔單止係咁啦，呢單嘢咧係會俾人鬧咗一世嘅。面對一個咁樣嘅情況咧，佢哋可能就會覺得冇面目見人啦，於是佢哋就寧願選擇消失啦，都唔想面對屋企人嘅失望啦，同埋社會嘅目光。呢種對社會性死亡嘅恐懼啊，正正就係推動咧日本人係選擇蒸發嘅巨大動力啦。但係
點解喺日本就可以咁容易咧就做到一個隱姓埋名咧？呢一個同佢哋嘅法律啦同埋社會結構咧係有好大嘅關係嘅。首先咧，日本佢本身咧係一個極度嚴格嘅私隱法例。喺日本啊，成年人咧佢哋係有權選擇自己嘅生活方式嘅。如果一個人咧係主動離家出走啦，只要係冇證據顯示係涉及到犯罪嘅活動啦，又或者係自殺嘅傾向咁啦，警察咧係絕對唔會介入啦，或者係幫手去尋人嘅。而佢哋嘅屋企人啦，亦都係冇權去隨便去查失蹤者嘅銀行記錄啦、提款機嘅記錄啦、CCTV 啦，同埋佢搬遷記錄咁樣嘅。其次啊，就係日本咧仍然係有好多現今嘅社會嘅俾錢嘅一個架構啦，同埋佢哋咧都好多日薪嘅工作。雖然而家日本咧佢哋嗰個電子支付咧就已經係普及起嚟啊，但係咧佢哋仍然咧係高度依賴現金啊。只要咧你唔用任何嘅電子支付平台啦，譬如信用卡啊、PayPay 啊呢咁樣嘅嘢，佢唔用啦，又唔去交稅啦，唔實名登記電話卡啦，揾一啲夜途屋去幫手去幫你登記電話卡服務，然後咧就走咗一堆比較邊緣嘅社區，譬如話大阪嘅西城區啊、東京嘅山谷地區，即係谷根千上野附近嘅下町地區，去做一啲散工啦，或者係甚至乎做黑工啦，出糧就出現金糧啦，咁就可以咧完全避開政府啦同埋社會嘅一個追蹤系統啦。夜途屋呢個行業嘅存在咧，其實係折射咗日本嘅社會高壓啦、死板嘅一面啊。佢哋咧好多時咧都係走投無路嘅人嚟嘅。對於佢哋嚟講啊，與其選擇輕生，不如就俾一筆錢，通常咧就幾萬日圓到幾十萬日圓不等啦，視乎難度而定啦。去揾一啲夜途屋咧，去幫自己去重啟人生，去另外一個城市裏邊做一個無名氏，隱姓埋名咁樣生活，去換取生命上嘅平靜同埋安全。其實咧好多都係諗住了結生命嘅人啊，其實心裏邊咧未必真係想死咯。所以社會係有一個咁樣嘅出路俾佢哋咧，我覺得未嘗唔係一件好事。最後咧就回應翻最初啦，其實日本有呢一種服務啊，係因為社會上面有呢一種需要。而有呢種咁樣嘅需要咧，正正就係反映咗佢哋背後嗰種令人哋唞唔到氣嘅社會現象。所以咧，對我本人嚟講啊，唔能夠喺日本長住咧，其實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喎。嗱，唔知道大家點樣睇夜途屋呢個行列啦？如果你身處喺一個極大壓力之下，你又會唔會考慮一個人間蒸發咧？歡迎咧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。今集講到呢度，係咁先，拜拜，下集見。